呢次同大家傾下嘅係標人風起大幕。老實講啊，我係有啲跌眼鏡嘅。開畫之前，我自己心入面預計大概7分到啦。動作我從來都唔係擔心佢完成度，畢竟係如和平坐鎮咯，只係覺得好難有突破咯。真正令我憂慮嘅，更係劇本啊、人物同埋整體嘅處理手法。尤其係武俠片呢種類型咧，已經拍咗幾十年啦，劇本你話要突破就突破，真係難上加難㗎。整體嚟講咧，標人風起大幕唔係顛覆武俠類型嘅革命之作，但喺而家武俠已經被網劇、短視頻過度消耗嘅環境底下咧，佢仍然拍到一套真正有記憶點嘅大場面，又有完整人物線嘅電影咧，已經係好唔容易啊！我會俾佢7.9分，一半係獎勵沙漠嗰場戲啦，一半係因為八爺做導演嘅作品呢部係最出彩㗎啦。喺今年檔期入邊咧，我暫時睇過幾部，佢算係最好睇嘅一部啦，亦係最值得入場支持嘅武俠片。講翻劇本啦，佢處理得比我想象中成熟，好大原因我相信係改編自原著漫畫嘅關係。角色設計非常唔錯嘅，人物造型啊、性格背景啊，本身已經好有厚度㗎啦。劇情有根基，唔需要由零開始硬砌出嚟。你話個古仔係咪經典級？又未到，但以一部純粹傳統嘅古裝武俠片嚟講咧，已經係算交足功課啦，而且有啲驚喜㗎。而最大嘅驚喜，毫無疑問咧，係沙塵暴嗰度打鬥嗰場戲啦。呢場唔算係劇透，因為宣傳都有講到嘅。風沙之中雙雄對決，節奏調度啊，鏡頭語言都好狠啊，畫面有壓迫感，氣氛推到極致㗎啦。我甚至會覺得，如果呢場戲擺喺結尾，觀眾會帶住最高峰嘅情緒離場，整體嘅評價會唔會再上一啲呢？可惜佢唔係 ending，反而真正嘅結局冇咁震撼。呢個係我覺得全片最大嘅遺憾。咁我喺度大膽咁諗啊，如果 ending 佢發生喺佢個鎮嗰個場面上面咧，佢個背景咧有棵大嘅樹，老年盤根嘅樹燒晒，因為俾人哋屠殺就燒爛晒。咁火樹銀花做背景㗎。呢個火樹咧，如果唔係咁強烈，而係能夠足夠將啲動作放喺裏頭，點樣放喺裏頭咧？就係兩雙雄對決打鬥嗰陣時咧，係可以穿過啲火嘅樹枝，繞嚟繞去喺度打，即係個感覺係好似一種臥虎藏龍穿越嗰啲樹喺度教個徒弟一樣。而家佢又穿越啲樹喺度打，但係啲樹咧係充滿火嘅。然後表達出佢兩兄弟嗰種曾經好火烈地相處，好義膽雄心，但係而家要決絕嗰種感覺。如果係咁樣拍咧，咁呢場戲亦可以比得上壓得住陣，擺喺呢個 ending，因為中後段呢個沙塵暴已經咁勁啦，呢場戲就壓得住陣，變成更有意境嘅一場戲。咁咧呢部戲咧就真係可能有機會成為經典啦。講翻演員方面咧，吳京一如既往演得好穩定同埋搏晒老命嗰隻啦，佢嘅角色完成度好高㗎。但坦白講，戲未必係佢最出彩，反而女主角粵劇演員陳麗君嘅角色咧設計得比較有層次，人物嘅成長線好清楚，情感咧好外放，同埋好多重頭戲都喺佢身上。女主角佢係第一次做嘅，佢經驗唔夠多，但係佢交足貨喎，甚至喺全片嚟講咧，佢都係一個比較討好嘅角色嚟嘅。不過又話翻嚟講啦，如果呢個角色俾一個好有天賦同埋銀幕呢個感染力魅力好強嘅演員去做咧，呢個角色係有潛力將嗰個演員咧推到去另外一個級別嘅。玉面虎樹角色設計得唔錯嘅，於色發揮都合格嘅，但係離出位咧仲係好遠嘅。另外咧，李雲霄演嘅燕子良可以話係呢部戲演員中最有亮點㗎啦，亦可以歸功於角色嘅設計係非常絕妙嘅。梁家輝嘅戲份唔多，但係一出場咧已經壓得住陣。呢啲係歲月同功力累積出嚟嘅質感。李連杰明顯有啲歲月催人，動作未必及得上當年嘅凌厲，但係投入感仍然喺度嘅噃。此沙盡咗力啦，但係有啲力不從心嘅感覺。我覺得佢嘅氣場外形都做唔到呢種稱王稱霸嘅角色。講到最後啦，謝霆鋒角色嘅設定咧，其實係幾矛盾嘅，任務動機同最終嘅目的好模糊，黃令亦冇交代得清清楚楚。
點解只係淨係捉個細路仔都唔得咧？誓死必須要捉咗呢個吳京咧？呢啲導致佢追逐咗10年嘅執念變得有啲混亂嘅。呢啲屬於劇本細節上打磨得唔夠精準嘅問題。咁我都講下啲呢部戲嘅瑕疵啦。美術風格咧有啲怪怪，沙漠啦、中東元素啦，又加埋中國嘅元素啦，有一個咁落寞嘅地方又鮮花燦爛啦，咁係好似全部都擺埋起，好似好怪咁樣咁。另外咧，某一啲嘅角色嘅化妝嘅細節咧都係唔夠穩定嘅喎，尤其是玉面虎面上嘅胎斑啊、深淺大小成日都出現差異，尤其是喺個馬車裏頭，佢個胎斑完全係淺晒色嘅。咁呢啲技術嘅層面咧，其實可以再嚴謹啲嘅。細路仔嘅角色我都覺得表現得唔係太理想嘅，亦唔能夠令人好深刻咁記住。但係呢個點咧就見仁見智啦。